手转手。需要整火
亲爱的学者，大家平安。照着咱各位主我来的规律，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静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就伊是保护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堡垒，我拢无动摇。上帝啊，伫你的殿内，愿少念你的慈爱。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84首，咱吟两首，上帝听咱祷告。我
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阮感谢你将追求生命意义的意念放伫阮每一人的心内，互阮时常反省阮所拄到的处境，互阮会当通过人生方向的调整，互阮一生遵行你的旨意。求你开启阮的眼光，互阮通看见你的旨意。求你互阮的心思平定，互阮通静静思念你的话。求你管教阮的灵魂，互阮的性命降服伫你。伫这个充满世界充满紧张的局势当中，阮要恳求你赐阮这个世界有和平，互阮逐国伫互相的尊敬、相听、分享、赦免中，来达到公义社会的临在，互受造的一切得到应该有的尊严。阮献上感谢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启应，今日咱要交读是启应文第58，罗马书第8篇。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而生。谁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谁人会当甲因认罪？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谁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特别大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的，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咱搁来吟圣诗52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一个吟落学。圣诗522首。
当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最后，我劝恁着甲主结连，靠伊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着穿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互恁徛在通抵抗魔鬼的诡计。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得交战，是甲天界的邪灵，就是这个黑暗世代宇宙统领者、权力者、掌权者得交战。所以，就用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装备家己，通伫邪恶的日子会当抵抗对敌的攻击，坚持到底，持守阵地。所以，就徛在用真理做大侠，用正义做护行家枪，用准备好世的和平的福音做鞋枪，就不是用信心做盾牌，通拍发邪恶者射来的火的箭，就用拯救做头盔，用圣神做剑，就是上帝的话。就靠圣神全心祈祷，常常祈求，就不是警醒，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愿上帝赐福咱众人，说接赞美由圣歌队，吟的诗是上帝听从赢过一切。所以咱要邀请咱黄东派牧师来讲道。今日所要讲的题目是“清理属灵的群众”第4讲，请牧师。弟姊妹平安，在座兄弟姊妹以及咱伫网络视讯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圣神的内面，用真实、用咱的心灵来敬拜伊。愿上帝运行伫咱中间，也运行伫咱每一人徛起的所在。咱今仔日这个讲题已经进入到第4讲。
咱必须要用较久的时间来详细来讲起即个属灵的军装。伫过去，咱常常强调，咱做上帝敬意受到好调，然后有即种特权，然后咱会当享受上帝是咱的天父，咱是伊的儿女，伊听咱教诫。但是这方面也互咱明白，其实伫世上中间两个国度，黑暗国度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咱是对黑暗国度受牵线来到上帝的囝的国度内面，这是一种的情节。所以兄弟姊妹，咱既然归属伫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面，称做上帝的囝儿，咱其实也实际进入到一个征战的内面。所以咱必须要伫明白关系征战的事，这也是圣经内面有所书特别同咱讲起。当咱诚做教会受救赎，诚做教会的时阵，其实咱是伫迄个征战的状态中间。除了咱本身有性命改变以外，咱家己也面对外在一切这个攻击的事。所以呢，有穿这个属灵的军装，咱就进入到第4讲吼，所以咱就要一讲这样落来吼，互咱明白咱现在的身份，咱现在徛起的一种属灵的一个情景吼。伫这个所在有一个图，这个图呢是保罗伊咧写这个属灵军装的时阵，伊是用罗马军兵因的装塔、因的军装来做一个说明。所以过去咱已经有讲几项真理的要带，真理当然是出自上帝的话。这个所在特别讲起整个圣经内面有咱会当得到救的知识甲财物。所以呢，你得要对圣经内面的真理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一切咱对圣经的理解，必须要甲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牵连。有人将圣经当作是不过是一个伦理，不过是这种知识，不过是一个文学，不过是一个像古典，某一个宗教。即么伫所在特别，咱来对真理。咱对主耶稣基督，甲咱整个生命关系做一个连结，一切拢归伫咱的主耶稣基督。亲像圣经内面，整个世上的创造拢是出自上帝，本伫上帝，为着上帝。今日咱也是共款，咱受造，若是讲咱家己本身受到福分利益。那也是为着上帝荣耀来创造，所以咱就要对真理下药，来明白整个圣经、整个上帝荣耀拯救的计划。第二就讲到公义的核心镜，这个公义那是毋是咱所惊达你做人做事就爱公正公义，毋是这个意思。公义那是讲到咱甲上帝会当好好建立连结关系的一个条件。所以过去咱拢靠家己的好，咱的行为、咱努力、咱的拍拼，来得到上帝的欢喜。但这个所在讲到毋是，咱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咱会当得到上帝的接纳，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咱的义。所以咱将主耶稣基督放伫头前。魔鬼撒旦咧攻击，就是互咱要倚靠家己的能力，咱家己阁无能力，咱家己阁软弱，相全咧控告。你这个基督徒真无法度，你也无法度得到救，上帝无听你，上帝可能放弃你，毋是？我会当徛伫上帝面前，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压榨我一切无好，一切不义。所以这是这个公义做互行教的一个意思。今日呢，咱要进入另外4个这个属灵军装这个内容较侪吼，所以咱用时间会较侪是事吼。咱希望会当伫这个档中间来完成。有兄弟姊妹讲伊足想要知影这个内容，所以伊咧做一寡这个笔记吼。其实这个内容真侪笔记会当互咱较专心。不过你若是要搁知影较详细这个内容，有只笔记较无完全所以咱拢会伫隔礼拜的周末中间来订录这种的讲章吼，较详细的讲章你若有兴趣会当收集才起来安尼你爱。如果你也感觉讲不错，我得爱有这个文字文字档我嘛当寄互你啦安尼你会当对这个讲章中间做一种的
比如讲你来带聚会，还是小组讨论，拢会使吼安尼。今日咱要进入到另外4项的一个属灵的群众。第一项用真理最大来下，第二公义的好行教。第三，咱要来讲准备好势和平福音做鞋来穿。我咱在解说这个平安福音的鞋，那就是讲咱准备好势要来去传福音。今日到倒位啦，就传到倒位。这行路中间就是要穿鞋啦，吼安尼。但是咱若理解属灵的群众是要一种的建造甲保护，所以咱要对这角度来思考平安福音的鞋到底要怎样成做一种保护？前一个时阵，你去到前一个路上中间，因在穿鞋，这因为伫路上可能毋知有啥物种的，互你受伤、骹受伤的物件，也可能对着。伫因要进前的路上，有放真侪只的陷阱，也是真内的物件。你若无穿鞋的时阵，可能路上真坎坷的路，树枝啦、石头啦、真内石头啦，还是一寡只骨头啦，啥物货，互你的骹着伤。如果你的骹着伤，你就产生一个问题，你无法徛在啊。你当徛了真安稳、站稳，是因为你的骹是一个勇健的骹。你的骹受伤，你就无法度好好行路，你就无法度好好徛在，你就无法度进入到剑道内面。所以穿鞋对着群众来讲，伊是一种的保护，保护骹真重要，因为骹受到保护，咱就要徛立安稳。哥林多前书16章讲到，恁就要警醒，信心徛在，着勇敢，着坚强。伫这所在讲到信心徛在，安尼有徛在啊无安尼？徛在你才有法度坚强，才有法度有勇敢，而且开当徛在。勇敢也无啥够，你若勇敢的心，结果骹着伤哦，你就根本无法度前进。像平安福音的鞋，就是咱已经备办好势，徛伫真理的立场。马丁路德伊伫威登堡，即面对这天主教的控告。这个天主教呢，伫这审判以前已经备办好势，拢讲好势啊。今仔日就是要辩论，要互马丁路德替伊家己辩护一下。但是伊拢决定好，无论伊安怎样辩护，伊拢要将伊判死刑安尼，而且马上执行死刑。将伊定做异端来判死刑，这是马丁路德伫迄个时阵所拄到一个危险的险境。马丁路德伊伫即个辩护的时阵，伊讲出宗教改革一句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伊安尼讲：除非你会当用圣经真公开、真清楚、真明确的理由来证明我有罪。如果你若要证明我这，你必须要摕圣经出来，因为这是咱的真理的辩护。你毋通用你的教制啦，你毋通用你的传统啦，毋通用你的立场你的认为啦，也是人的方式，人的想法来定我有罪。你都要根据圣经，因为我今日甲恁辩护的立场，根据嘛是圣经。圣经就是我的立场。伊安尼辩护了，大家拢无话讲。真侪人伫咧听了，大家都毋知要安怎回答。如果咱若毋是相信圣经的话，安尼咱才会当称作是上帝百姓呢？咱当称作上帝教会，咱当讲咱是拥有真理呢？除非你用圣经来证明。所以，伊的辩护嘛不一定讲成功，因为因的决定就是要来处死。但是伊的辩护，互众人无法度来回答。伫遐听到的人嘛，感觉哇，拢真着惊，因为几千年来，拢是天主教教会同咱讲啥物是对，啥物毋对。过去的时候，阮都要靠迄个赎罪剑，开始当赎罪；阮都要去到炼狱，开始当赎罪。阮都要安尼刻苦耐劳，
鞭打自己，用种种方式，真努力，安尼真刻苦方式，我才得到救。竟然今仔日，你辩护，因为信称义，得到救，独独是恩典。只有圣经靠教义权威，毋那是神父，这修士、主教会当服侍，所有人拢会当服侍，因为万百姓拢是上帝祭司，信徒拢是上帝祭司。根据圣经，所以讲，这就是我的立场。伊的立场尊叹上帝的话。所以平安的福音，咱是讲到咱知影相信什么，咱知影所信是什么人，咱所得到对圣经来所得到应允知识是什么。所以咱会当靠着圣经所表明上帝救恩，主要所基督救恩，会当徛在。所以保罗讲，所信的道我已经守，因为咱是为着真理来征战。咱讲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咱讲相信圣经是你会当所根据，伫世上面对各项代志，面对你的信仰，面对你的拯救所根据的物件。所以伫这个所在，尊叹上帝的话，嘛表明咱有徛伫信仰的立场中间。有真侪时阵咱无法度明白。有时阵，咱不得不甲中间，咱甲世界被互这个世界来同化，咱互跟对这个世界的潮流。圣经内面讲到，咱有嘛受到异教的风飘来飘去，亲像囡仔共款，无法度分辨好歹，无法度分辨是非。有真个时阵，咱不得不甲活伫这个世上受到世界价值观念来影响，咱亲像一骹伫教会，一骹伫世界。一方面，咱追求世上这个价值观念，想要服侍上帝，但是不得不甲去服侍钱运。兄弟姊妹，你有徛伫你应该徛立场中间了无？罗马书第5章讲到一项，咱是因为信，受上帝称作义，甲伊和好。这也是马丁路德伊所根据的，因为信称义，毋是因为这赎罪券，毋是因为这炼狱。行行传统，那是因为信进入到上帝，这就主要所基督进入到上帝恩典中间，而且望有一天咱会得到荣耀，这是咱所信，而且平安福音的话。平安福音的话，尊谈真理，嘛是咱保护咱的脚行伫正路中间，所以。以弗所书第13章嘛讲到，但愿赐咱平安的上帝，伫咱大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行伊的旨意，伊的旨意是啥物？对圣经内面，咱来明白。所以平安的福音的话，也是咱甲主要所基督有一个好好的关系。福音。也平安的福音也讲到咱甲人中间一个好好的关系，亲像有所书迄个所在讲到，互两边所对敌的，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已经即个是给拍破，安尼因会当和平合作一体，因咱真做一个新人，真做一个教会，真过上帝的见证。所以腓立比书迄个所在嘛讲到，恁得要有相款的心智，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安尼，因会当三党做伙来征战，因为伊拢是上帝军队内面的一员。内面若无和平，内面若有纷争，伊就无法度成做一个真大征战的军队去征战。内部已经乱，伊就无法度对付对敌。那这是和平福音的话，特别是讲到咱甲上帝中间的这个关系。然后，福音的话也是为了互咱徛在伫这真理的立场中间。第4项，咱要讲到信心的盾牌。这个咱看的这个图，这个盾牌有真大，这个盾牌呢是会当保护咱安尼骨骼安尼跪落去，会当保护咱规个人安尼咱的安全。伊讲这个盾牌就是要预防射来火箭，这射来毋是送去太空的火箭也不是那种导弹这就是箭。
经甲钱。通常呢，一个部队若整个要进店以前，那必须要呢，通常对敌拢会射钱安尼，铺天盖地射钱安尼射来安尼。所以呢，若射来先仔就有即个大盾牌啊，密伫后壁啊，抵挡。啊，有诶，现在射钱呢，这中间佫有火，啊，这火本身佫有真大即个烧伤的力量哦。在烧哦，在射入来佫在烧哦，这伤害真大。啊，所以这个盾牌本身外口遐有一层安尼较金属的物件啊，火箭射来时，伊会当来抵挡。所以伫这个所在，伊讲到，咱有一个信心的盾牌，射过来时阵，咱密伫后壁。少年中箭，咱看袂到火箭。但是呢，咱有一种经验，毋知你有即个经验，咱着开力，咱的心情、情绪常常对着这意念安尼起起落落，心思。你可能毋知影，明仔载到底要发生什么代志？今仔日你过了安尼凡事顺利，你来讲啊，这个心情真好。但是隔工你毋知影，什么种代志，你所料想袂到会发生。嘛有可能你今仔日心情好势，隔工困醒，也无啥物特别的原因，就心情作歹，不准。或者可能若天气落雨，你感觉讲安尼阴阴啊，阴阴啊，就互你心情无啥好。毋知啥物原因。有时你感觉前一工你感觉作为迄个战斗的你快乐，但是可能非常忝了，困一工起来，补无够面，困袂无饱足，所以起来了，你就感觉讲，今仔日就够歹。你会怀疑。你的成功暂时久，但是你的失败敢若安地来。有时你会感觉到真正心情歹，你会怀疑上帝，我是毋是得到救？我是毋是已经上帝继续听我？我今日敢是有够个信心，会当面对真这代志？今日我做代志是毋是上帝帮助我，互我亲像过去遐尼顺利？啊，即有真侪这物件，做一个物件，互你负面的思想进入到你的内面来，互你感觉你的心智真劣质。咱知影列王记有记载以利亚甲400个巴力的先知伫遐战斗。哦，你若甲伊看有甲伊战斗这个过程的地方讲，充满豪情，自信满满，一个人抵挡400个，去笑这巴力的先知，然后一个祈祷。伊战赢这400个先知，隔工阿哈王的封号也是被讲要来杀，哇！敢若一工尔，伊就咧非常惊吓，伊个逃走去到旷野中间，罗藤树下，伫迄个所在心情郁卒，伫迄个所在埋怨，啊，伫迄个所在非常惊吓。啊，姊妹，一工的变化。那就咱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代志同款，有时你感觉非常伫迄个信心的高峰，有时你感觉你就真有自信，但是有一天可能毋知什么时阵你就自信完全消失。有时阵你就感觉对上帝真有信心，有时你就怀疑信上上帝是毋是有放杀你。这是咱伫咱中间常常起起落落的代志，特别是因为咱遭受真大艰难困难的时阵，咱会怀疑上帝啊，到底？你阁有听我啊无？到底我是毋是现在还阁伫你稳定中间，啊无哪会拄到这个代志？有时即种的拄到艰难是外在来压迫，禁止聚会，压迫，甚至互咱丧失性命。就像过去呢一部电影《沉默》同款，因为就是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就压迫你。除非你会当晓认耶稣基督，若无你的性命受险。这是过去早期，也是伫整个历史中间，教会常常拄到真大问题，因为国家为着统治，也是为着意识形态的关系，伊可能压制教会，分裂教会。这攻击也常常连到伫教会中间。有时咱来看伫社会媒体中间，常常爱报道教会内面一寡较失败的代志。失去正经的代志，啊，然后就是扩大去报道啊，这教会嘛安尼，这牧师嘛安尼，啊，这拢有真济无照因安尼所讲的，安尼遐尼理想，遐尼完全，伊嘛是做这问题啊，要揭发教会黑暗面，攻击。约翰一书讲到，
上帝囝，上帝囝儿拢会当较赢世间。互咱较赢世间，就是咱的信心。较赢世间的人是啥物人呢？兼是信耶稣是上帝囝的人吗？这个所在一切攻击对世界来，魔鬼透过世界对咱的攻击，那是因为咱的信心。所以这是信心的一个顶牌，来抵挡一切这攻击的火箭。彼得前书讲到，因为咱伫世上，咱的兄弟姊妹拢在经历同款的苦难，因为恁的对敌魔鬼亲像好塞世界在行吞食、敲碎吞食、通吞食的人，所以咱就靠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伊。这所来讲到一项，魔鬼对咱的攻击，互咱陷入伫苦难中间。然后，咱就要靠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伊。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溃烂，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信心。讲到信心的时候，这个所在爱互咱来明白几项信息的基本的一个明白。信心乃是关联咱相信的对象。以前教会有一寡这教导，你得有积极思想。积极思想会产生真大一个困难。你若想正面的物件，你若讲我可以，哇，你就可以就那像咧运动比赛同款，两队拢同款。你有信心打赢比赛吗？我可以，我有信心，我两边拢有信心。结果拍赢是一队尔。意思你靠你家己喊话内在这种自我鼓励的信心。无一定会互你真正得到赢，来看你的实力怎样。所以信心，在你有够赢迄个溃烂，自我溃烂你靠我多。所以并毋是我积极思想有作为产生我当完全得胜的一个溃烂。以前有一个真有名的牧师，伊照伊经验，因为安尼祈祷也有经历到，所以照伊的经验，伊来讲，你若要甲上帝讨一项物件。你得就迄个规格，型号拢到上帝讲。你若要一台脚踏车，你要看你要种脚踏车的。你若要迄10万，你得讲10万的个什么轻合钛、轻的合金的，就这规格型号品质搭上帝讲我好势，上帝信心恳求，上帝就照你所求的互你安尼。所以打拢安尼试我较早嘛咧试过啦，上帝啊，我要一部电脑，什么电脑都要型号怎样规格安尼，明确安尼。那照这个方式咧讲的时阵，后来有一寡教导这种信心的人，伊安尼教导。只要你有信心，你就通对上帝得到你所爱，你的经济当得到解决，你得到你的财务，你会当得到你的丰盛，你的病会当得到好，你会当得到美满的家庭，你的事业会当成功。而且你有信心，你当娶真水的太太，真正有册安尼写。姊妹，如果这是若是你的信心，我要来讲的是，咱你有信心。信心那是讲我相信上帝，但是我相信上帝应允，要照伊的应允来行。但是问题上帝敢有应允你一台脚踏车？那是你家己期待啊，但是上帝无这种应允啊。你是对你家己的信心有信心，但是你计是讲我有这样信心，就会当得到上帝要求上帝照我的信心来收拾我所爱的物件。圣经里面讲到，咱求得袂到，是因为咱无求啊；有时咱求，是因为咱伫家己的懒散求啊。所以伫这个所在，要讲到信心的时候，咱是讲到上帝，伊是信息可靠，但是伊只有对伊所应允的代志信息可靠。了解吼，这样。我是做牧师，我都袂当要求我若上帝啊，我带你开一个规格，我要开车，后摆我开到变质的，安尼。规格我带你讲啊吼。
上帝讲，我开做牧师，你都留国产车都袂歹啊，开甲辫子。你别再因为我有信心来求一条辫子，啊，上帝就你照你规家互你，无上帝无咧应允这物件。好，第二，因为你信上帝，你对迄个对象有信心，所以你的信心一定有这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后壁就喊上帝应允，后壁就喊伊的雨下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遐尼多，但是伊无囝。所以，伊袂当用这个收小，讲我可以生，我可以生，我可以生，又生了一个孩子，无可能是安尼。反倒等伊是对家己足无信心的，讲哈，我遮尔老，我敢个会生？伊的太太撒拉讲哈，上帝应允我一个囝，我即摆遐老90岁啊，原来是，伊是对家己完全无信心的人。但是阿伯拉罕对上帝的应允有些，所以我已经无能力，已经过了迄个时期。我的生理状态已经无法度有一个好的，但是上帝安尼讲，安尼应允，我就安尼来相信，因为我知影我相信的是一个有能力、信心、可靠上帝，伊会当照伊的能力甲伊的信心来行伊所应允的代志，安尼。所以毋是我用积极思想，我用我家己的信心来得到这物件，那是因为伊的信心产生一种行动，所以。上帝讲，因为伊信，所以成做伊的义。第三，信心就是讲到指向咱所信的对象到底是啥物？你对有信心无？第二，信心要一个行动，我相信，虽然看起来无啥可能，但是上帝照伊的稳定信心会当真的所应允的。第三，信心是根据真理来。所以你要明白，到底圣经内面上帝予你什么种应允，毋是你家己去修一台脚踏车。上帝应允乃是照伫圣经所记载予咱的一个应允，所以你来根据这个物件。圣经内面讲到，被上帝赐予我的人，拢要来到我遮，来到我遮，我绝对无气杀你。上帝应允是，无论咱拄什种问题，倒减生甲死，现在事、未来事，拢袂当艰难困苦，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的听隔断，因为这听是主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的，这是伊的应允。咱坚信，上帝拯救咱到底，但是咱嘛是忍耐到底。哎，姊妹，所以信心。相信这位上帝，咱他都唱两遍的诗歌，上帝恩典他遐大，咱唱的诗歌非常，以及圣歌队所敬的歌拢共款。咱相信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交付予伊的，交托伊的，这个信心。好，第三，咱要讲起迄个救恩的，救恩的头盔。咱佫对救恩有即种期待。现在我已经得到上帝称作上帝的囝儿，所以我已经领受即个救恩。现在我会当享受一切的好处。救恩要带予我平安、喜乐、富裕、繁荣。这是咱传福音的时阵常常爱传人。你若信耶稣基督，你当平安喜乐；你若信耶稣基督，你当得到真大安息，代志拢要甲你交叉。你若得到救恩一切顺利。前几天有一个牧师打电话给我，伊捌来教会，报伊甲我讲，伊就讲：哦，牧师啊，我将代志要来请教，因为我厝边甲我讲，伊是基督徒，伊信耶稣基督了后，伊的经济得到真大解决，伊的这经济拢反转有够好的，所以牧师，我请教你到门影，我都毋知要回答啊，我这嘛有贷款啊。啊，姊妹，我都毋知要回答。我讲，上帝好，每一个人经济状况无共款。上帝好，每一个人生活方式无共款。可能有时阵，伊可能要过一个较朴素的生活。上帝互伊经济改变，有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个原因、某一个目的来改变。但是手术互咱的财务状况，拢无一定共款。
咱信耶稣也毋是讲因为咱要得到财务的改变，所以只有安尼来回答。伫个所在，咱感觉讲，我若信耶稣基督，我的人生会当渐入佳境。然后，咱伫个国家若推行信仰的时阵，可能会当改变社会、革新政治，会当互一个公义、公平的社会、完美社会落实伫咱地面上，啊，互上帝国伫遮安尼变做真圆满，那是乌托邦共款。实际上，战争无因为这种科技文明，还是物质文明，还是讲教育普遍，就来战争就停止，对毋对？可能因为咱战争所大的伤害会阁愈大，问题阁愈大。咱中国嘛是有一寡战争啊，亲子当中嘛战争啊。昨一个姊妹讲，因囝吼，在青春期高中吼，逐工来因因较早足乖呢，即摆变安尼，讲无都青春期啊，他要证明他要独立啊，吼。夫妻嘛，冷战、热战啊，咱基督徒中间嘛，讲最近佮太太热战、冷战。然后真普遍啊，笑啊，安尼尔吼安尼。啊，为了这边种代志冤家，咱做无输袂讲你袂使冤家哦，当笑啊，就真普遍啊。我们甲无输嘛，冷战嘛有啊。你伫工作职场中间，你的个人为着个人的利益，嘛是勾心斗角，伫个所在有真侪这问题。但姊妹，如果个人是安尼，国家的战争不过是个人人甲人中间。问题一个扩大，甲一个延伸。有一天，你常常甲人有一段真大争执的时候，有一天你若做总统，你会发起国家的战争啊！这是咱所拄着真大问题。兄弟姊妹，救恩的头盔到底是啥物？初代犹太信徒因归队主要所基督，对着这个信仰充满喜乐甲愿望。但是当信耶稣基督的时阵，因拄着真大一个代价，受迫害。过去的同胞将伊隔离，过去因伫会堂的中间敬拜，这是一个社交敬拜一个所在。现在因袂当转到会堂中间，因为伊受逐出会堂，断绝你的社会关系，断绝你过去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关联。所以，当伊拄着真大的患难的时阵，伊的信心安尼受挑战。我信了敢对？我是毋是应该倒转我原来的宗教中间，对我过去的崇拜甲社交的生活，甲我的亲友佮咱重新建立关系？因过去安尼怀疑，离开这个原来的信仰来跟对耶稣基督，是毋是想过轻率的决定？希伯来书就是这个问题。希伯来书就是要回答这种的信仰挑战的人，因为遐有一群灰心失望基督徒，因非常充满试探、艰难、困窘，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魔鬼就来引诱因，你的导航啊，你的放弃啊，这个所在牵涉的毋那是一种精简之意。几乎是退出战场，投降了啊，免个战啊，退出战场。有时咱是基督徒，毋知影你基督徒拄信主的时候，充满喜乐，充满愿望。但是到一段时间，你敢会怀疑讲我信耶稣敢有对？敢对？可能你是几代基督徒。你可能怀疑讲我若毋是出世伫迄个基督教家庭内面，我即马嘛可能较自由自在，要听了承受压力吼，才去教会做礼拜。无自由，要去对拢礼拜堂，你是长老的囝、执事的囝，你要来教会服侍，要佚佗，信仰家庭背景无啥好。属灵的征战，嘛可能伫咱服侍中间，咱的服侍，互咱非常疲劳、困苦、亚神绝望。有可能真侪牧师嘛，甲我讲较早我若捌做牧师就好，安尼，敢免拄着遮一代志。教会中间，你的服侍，互你遍体鳞伤，服侍愈济，对人付出愈济，得到回报、批评愈济，埋怨愈济。咱可能对教会失望，咱会对服侍失望，甚至咱归去放弃啊，莫阁服侍啊！我来换一个教会，有没有？
放弃咱的教会。安尼，我即马摆去一间教会较大间咧，哎呀，足侪人诶，过了百个，我是几百分之一。我若去遐做礼拜吼，啊，就点去点转来，啊，无人老注意安尼，我着免承担甲遐尼侪诶重担。放弃战场，这是咱上头拄着真大问题。这也是提摩太医书拄着问题。保罗伊受关押，所以伊写批予提摩太。提摩太后书中看，伊就讲到：我被交定的日子到了，可能我的日子已经要结束啊，我已经要顺道啊。迄个所在，迄个时阵，所有的重担、教会重担，拢是提摩太的身上。所以保罗就写批予提摩太来鼓励讲：你着要坚强，最坚强的人。哎，姊妹，这是咱现在承担的事。信耶稣无遐尼浪漫，他是在征战当中，真正的内面承担责任。但是保罗嘛安尼勉励讲，咱做好事毋通想善，若无灰心，时若到就通受刑。这个所在讲到咱真正的生活，这是个救恩的头盔。所以，兄弟姊妹，救恩的头盔，并不是我即马现在得救恩得到了后，啊，就得安尼轻轻松松，啊，就享受一切好。然后对上帝要求，上帝啊，我若祈祷时，你就予我；啊，若无，就来埋怨一下。有时咱若感觉有一种的怀疑，到底信耶稣了，为什么我会拄到这个代志？无所想的遐尼惬意，那么浪漫。如果这是你得到福音，也是你信耶稣福音的目的。你可能会失望。救恩的头盔是啥物？救恩的头盔，那是讲到咱最后得到救一个望，毋是现在完全。所以救恩有几个时态阶段，这个就是我已经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到救的望，我无过受定罪，我已经甲上帝和好。这是主耶稣已经完成，对着我的信，我已经领受一个救恩的一个条件，一个身份。第二，现在咱会当欲尝天恩的滋味，无遐尼完全，不过可以谈到迄个救恩的甜蜜。信耶稣才较好，信耶稣咱有上帝伫咱身躯边。有时候咱谈到迄种甲伊同在的喜乐，领受的时阵、祈祷的时阵，迄个甜蜜的感觉。但是嘛是抑个真大的困难伫咱身躯边，敢毋是？欲尝天恩的滋味。第三，到伫未来，咱要得到完全的救赎甲荣耀，为着未来。所以救恩的头盔，那是讲到，因为咱对未来完全的救赎甲未来荣耀有一种的确定，有一种望。望乃是我现在还未得到，但是我确实会当得到的物件。所以望毋是表明讲我现在已经得完全，望将我将来会当得到遐。为着这个望，我产生一大一个快乐，追求望的事，也是为着将来迄个荣耀望。现在我愿意为着这付出代价。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讲，咱是属日世的人，着谨慎，用得救的望做头盔伫咧。得救的望，既然是望，是表明现在咱会当担着，但是未来才会当完全的，这才是望。这个头盔。是上帝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哥林多后书伫咧讲，咱所受这个暂时搁小可的艰苦，是要互咱得到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好，暂时现在小可搁地艰苦，表示咱现在还搁伫即个真大试炼中间，真正的内面。
像这5万放伫咱内面，因为保罗嘛是为着这种5万来征战。所以比如说讲到，恁逐人对头到尾都保持这种的热心，互恁所5万个会完全实现。安尼恁才袂分担，才会学遐对神甲吞忍来承受上帝应允的人。所以有这个5万会影响到咱现在热心甲咱服侍态度。最后，咱要讲到圣神的宝剑。这个所在明确，圣神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剑其实有2种作用，一方面是要这个防御，就是保护。所以人对着若是剑刣来的时阵，咱会当用剑去安尼抵挡，这是保护。但剑嘛是一个攻击的一个武器。咱会当抵挡安尼，圣经内面讲过，你著要抵挡魔鬼，魔鬼逃闪。所以咱毋是所在安尼好，实在伊讲安尼保护咱家己就好。魔鬼会用咱的抵挡，用咱的剑逃走。这个所在讲到，宝剑就是上帝的话，圣经。第四就了解来讲，就是旧约。所以你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觉有真侪拢是应验伫新约中间。你若要读圣经旧约的时阵，你必须要对一个中心来讲，因为旧约圣经乃是指向有果主要所基督过来，甚至有果是未的产生。所以伫圣经内面讲到，当保罗当咱主要所基督，因咧运用圣经的时候，拢讲到圣经内面，律法书有安尼讲，这是拢是旧约中间的记载。彼得后书讲，有先知确实的信息，恁就要好好注意先知所讲的话。旧约圣经，有人将这旧约甲新约中间来做切断。旧约是犹太人咧读的啦吼，咱就要去理解犹太人的想法啦吼。所以呢，咱就要用犹太人过去的想法来理解旧约啦吼，甲新约无一定关系。有人安尼解说。但是圣经内面新约拢是讲到旧约，那是应用伫圣经内面应用新约圣经内面所发生的事，拢是伫旧约中间已经有过来发生的，有一个延续性。然后伫遮讲，上要紧的就知圣经所有的语言，唔通照家己的意思来解说。因为语言毋是出自人的意思，是人受圣神感动讲出来对上帝的信息。所有关系上帝的事，所有关系到主要所基督的事，拢是圣神的工作。圣神，互咱会当明白上帝赏赐咱恩典的事。圣神也会当互咱来明白上帝的真理，来解说真理。伫过去阮读圣经的时阵，有读了真艰苦啦吼。迄阵就真单纯来相信圣经，读的安尼食。但是圣经伫圣经中间，做者新学的问题吼。逐咧讨论讲，圣经毋是哦，圣经是安尼古早人吼，才捡一只叫出来吼，捡无共款的所在，才编做伙的哦。这创世纪吼，第1章甲第3章中间吼，只捡一部，捡一部，人做伙的哦。然后呢，这个圣经列王记啦，甲历代志，迄是这个所在，无共款立场的人写去做伙哦。来讲安尼，那就是这种物件是人的一个作品，编辑出来的物件。若要用人会当理解的理性来了解圣经，过去有一个医生吼，一个基督徒，伊就讲我咧讲，王牧师，这保罗吼伫大马士革路上拄着耶稣基督。我咧讲吼，这典型的癫痫症，我听着惊一跳。我基督徒是哪个癫痫症？你看，迄就是目睭无看吼，啥物见着光，迄个癫痫的现象。你都把想想，这癫痫的人伊会当改变整个信仰。这患癫痫症的人，伊会当因为癫痫症来改变整个信仰，来成做一个上帝所用的人。若要用人的理性了解的方式来解释整个圣经，这是人的方式。
我常常听到主耶稣基督互5000人食饱，迄是因为一个囡仔贴心，所以大家拢变做足歹势，5000人拢将伊所藏的物件摕出来安尼。要解释这，但是主耶稣基督讲，我怜悯因，因为伊对我遐尼久无通食，所以呢，学生讲我要去对买遐济物件，互5000人食饱呢。主耶稣基督因为2块饼5尾5饼2鱼5块饼2尾鱼，祝福互5000人食饱。伊敢毋知讲原来是拢5000人拢臭物件伫身上呢？佫讲因巴肚枵，佫可怜伊。那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变做是一个无正确的表述。但是要用理性来确认整个圣经的神性，来确认整个圣经的权威性、超越性，一个supernatural方面的物件。安尼时阵，咱对圣就失去迄种的挖靠甲坚持，这是就危险的物件，这是咱的精进。马丁路德，伊过去是照天主教的教导，安尼鞭打自己，刻苦己身，安尼禁食是看会当安尼用家己刻苦方式安尼会当来得到救，来圣经的话偷放伊。但是读迄个罗马书的时阵讲，因为信称义，这是圣经的话，都是恩典。每一个信徒拢是应该服侍的祭司。过去天主教因禁止这个一般的变是读圣经，但是马丁路德将圣经化入做德文，然后互正人拢会读圣经。咱今仔日问题是会当足自由读圣经，较早若是安尼，足想要读圣经，所以若有一张一篇大家传来传去，读来读去，那宝贝咧安尼。今日咱每一个人厝内底安尼几偌本圣经。圣经互你会当自由读，过来本人读也无爱读，甲较早人无共款。这个所在讲到，咱要抵挡魔鬼，咱无一个攻击互魔鬼逃走的方式，就是用上帝的话来装备咱。使徒行传17章，保罗伫雅典甲斯多亚学派、伊比鸠鲁学派会伫咧辩论，伊要讲恁来讲这个哲学，我嘛真捌哲学我嘛是进入学问的人，用哲学甲你对抗，甲你辩论无。保罗只有传讲，主要所基督过活，伊死过活，安尼互侪人来信福音，因为伊讲福音就是上帝大权力拯救相信伊的人。第一项，咱有讲到用真理做大来下，这咱是讲到，咱着要明白圣经内面有关系上帝荣耀整个救恩计划，安尼咱会当透过圣经来明白得救的真理。这个所在讲，咱着要举起圣神的宝剑，宝剑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这种有啥物差别呢？这意思咱是讲到，咱着要明白圣经，而且咱毋但明白圣经，而且透过圣神的启示，咱有一种能力，会当伫任何的状况中间，会当使用圣经的话来应对迄时的情景。所以你要明白圣经。你读的时阵，你有一个基本的知识，然后发生的时阵，就像迄个时阵，咱宝剑举咧，马上对抗。安尼，主要所基督当伊受试探的时阵，针对魔鬼的攻击，伊就针对迄个试探，用圣经的话抵挡伊，然后魔鬼就离开。我相信咱中间，你若是捌圣经的时阵，一定伫某一种情境中间，你会想起圣经的话要安怎回应这种话。过去我捌做过见证，我伫路林拄着一个非常讨厌的人，用3遍，非常，你就知我讨厌。伫心内问一个问题，我应该恳求上帝讲，执法，互伊受患难。审判，为了所做，报复，无
圣经一句话，伫迄个情境中间，你都要祝福，毋通咒诅。啊！我老上帝回答讲：上帝啊，你来祝福，所以我非常讨厌。但你来祝福，为什么会当安尼？因为伫迄个情境中间，需要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伫咱心中就发生。安尼，伫迄个情境就发生。我用上帝的话，安尼，互你得到整个自由甲头棒。所以我来讲，上帝啊，我知影后摆无可能有万分的人，也无啥物对敌，因为所有这些人，既然我无法度救助，只有祝福，安尼，伫咱的心中无有任何对敌，拢伫下面甲祝福中间。那姊妹，伫你生活中，我有想要互上帝话，真做你伫当时适应当每一个状况的一个缺点无？这是咱第一所在，就是亚起圣神的宝剑，上帝的话，互咱面对各种情形中间，适当来抵挡、来对抗、来得胜。这是咱几项所讲的属灵的军装，这几个军装呢，互咱来明白每一项伊的意义。即咱像伫咱生活中间，咱有即种知识，咱信仰中间有即个知识。咱阁有一边的讲道，即个讲道就是要怎样互遮的军装会当伫咱实际穿起来、穿戴起来，安尼运用安尼。所以这几遍的轨道咱毋免感觉讲我讲袂煞吼，咱讲袂煞，就是穿戴属灵军装吼，4遍、3遍、4遍，咱讲袂煞。姊妹，因为这是关系咱每一条非常重要信仰的一种生活，咱所拄着的物件，只有一种精进的概念中间，咱加做一个坚强，而且你必须要加做一个坚强的人，咱才有法度来咱的生活中间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咱的信仰实际所拄着的事。咱三甲来祈祷。最后所祈祷，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就阮做会当做的事，就是摕圣经来读，互圣经放伫阮的心内底。就伫圣经对真理的认识，对信仰拯救的认识，就对阮生活所根据的认识，以及阮精神中间应付各种情境的认识。拢是需要你的话，愿你的话伫阮的内面产生作用，真做开来，真做来剑，安尼我会当抵挡得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伫遮的讲道，穿伫属灵的军装。咱所接来吟回应诗，圣诗551首。好打好打，认基督，咱互耶稣救赎。战旗业权各分治，毋准伊名受辱。主带军兵，着对伊直到对敌降服。咱起立吟全首。
同齐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日本丢希腊岛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出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说接咱来念圣诗355首，阮打主持甲主节道，临时需要咱牧师来处理圣礼典。受洗礼，上帝以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守主的圣餐，咱三角来祈祷。所以，阮伫遮摆设仪式，是照圣经所记载，阮当明白上帝主耶稣透过主耶稣基督身躯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拍破，流出宝血，所完成救赎工作。所以，阮已经现在靠着主耶稣基督进入到现在所徛起的恩典中间，就是阮会当称作上帝你的囝儿，主阮会当加入上帝你的军队，参与伫属灵征战。主啊，互阮已经进入到这个救恩的盼望恩典中间，有一天阮会当进入拯救荣耀的恩典内面。主啊，现在阮已经谈到救恩的滋味，知影上帝你是好；谈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滋味，安尼知影上帝你的良善。主，所以透过这八角饼，阮知阮也已经领受这个救恩，进入到恩典的内面。所以透过这个八角饼，搁一遍将你的疼
显明伫阮的心内底。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一面有提饼祝谢，然后伊对咱这样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三甲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基督也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然后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要所基督的会所设立，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角来领受。我一边来祈祷，做我已经领受这个杯甲饼。我领受乃是表明我是属于你，我已经受洗礼来认你、承认你。主啊，透过这个杯甲饼，我知我是领受主耶稣基督疼，伫是物价顶所表明的。主对着你的疼，我领受，我体会，我这疼来催逼我，将我家己搁献伫你面前。主也互阮知一生是为了你的荣耀来活，因为阮是你所救赎。愿你透过杯甲饼所表明的疼，就阮的亏难，也成做你互阮永无改变的应允。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用奉献来回报咱的上帝。咱三个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你赐予阮逐项恩典甲恩赐，互阮得到智慧甲财目，当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感恩，愿你接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三季的主日事工轮值表已经印好伫1楼服务岛哦，请有参与服侍的兄弟，大家会当来注意。这回迄轮值表内底有增加，但迄个信息宣调甲启用等等来增加，迄个印出来，会当互
书会兄弟、书会长老执事会当事先的准备。华语礼拜有增加敬拜团服侍的同工，个主要的主日2堂礼拜，逐项事工的注意事项，伫个迄个伦理表的背面嘛是有吼，所以即个爱特别请书会书宪的人等等吼，会当来注意。社青团契伫7月22到24举行营会，要伫鹿谷教会，这是伫南投吼有意来报名的，请甲新学生甲会长来迄个接洽。迄个兄弟个人因为家庭有多少有较紧的事，会当甲教会来做联系，吼，即个有需要教会来帮衬的，请毋免客气，爱来提出吼。主日2堂礼拜，咱要请苏元良长老来讲道。煞接7月份的迄个2堂礼拜的讲道者有伫遮做一个迄个演出吼。7月17、24、31日，特别是31日是文艺传道事工的主日，请咱兄弟会当特别为即个文艺事工需要来奉献吼。教界消息，新约中会第82届第3次议会要伫7月初六拜3的时，要伫桃园教会来召开吼。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伫迄个2022年，我爱台湾宣教营这内底，咱教会有2个人报名参加，然后以后应该也会当吧，我是无介清楚。7月初六连面到啊，应该是袂当啊吼。奉献的部分伫第3面的所在，请大家兄弟家己来注意。如果若有错误，需要订正，当向财务组来订正。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无？无吼。好，咱就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当要散会求主赐福，因此煞请咱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叹，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同做伙，对大到永世大无尽。阿门。